像咱讲 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， 我英语讲讲喏，像 Good morning， 还有卡了吗 ？Good morning，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。顶摆的影片有甲大家小解着台语白话字，吼，所以咱今日即马来复习一下。台语白话字是一套用拉丁字母来书写台语的文字，伊是伫19世纪的时阵，基督教的长老教会设的，所以伊伫台湾已经使用100外冬啊。白话字毋但是一套标音系统，伊搁较是一套文字哦。当然，要学一套语言有真侪种方式通学。咱通常拢会为这套语言的上基本的元素开始学，像讲咱咧学英语的时阵，咱会为 A B C D 这个字苗仔塔开始学嘛。咱学台语嘛是同款，我会想要建议大家为白话字开始学。白话字简单用17个拉丁字母去甲声调组合，就会当家字写出来啊。所以咱即马只要先甲全部的字母安怎读、安怎写，甲学起来，真紧咱就看有搁读有啊。咱若是考虑到安怎学台语上有效率，我就建议你莫用汉字去学台语。有时阵你看汉字，虽然讲你逐个字你拢看有，毋过你煞读袂出来，因为伫台语内底有足侪音，伊是用同一个汉字。像写个字会当读做上，像翕相的相，搁有上、在上的上，像歹看相的相，搁有小相的音等等。像这个字嘛有足侪读音，伊会当读做长，像长长的长，搁有长，成长的长，长班长的长等等。遮尔侪读音拢用同一个汉字来表示，你当开始咧学台语的人，你就会看甲无煞煞，想讲这个字我到底是怎样读安尼用汉字学台语就会较无效率，效率较歹。咱若学白话字，咱会晓讲就会晓写。看到字就读有，连无共的腔口，也是外来语，全部拢写会出来。咱就毋免去创作一新发明的汉字，你看迄汉字颠倒，看无伊是啥物意思。若是我安尼解说，你若是对白话字无啥物概念，我感觉你会当想做安尼，就是伊就是做成的 KK 音标，你就是看到，你就读会出来的一套文字系统。而且你若学会晓白话字，你就有能力去看足侪以早台湾的文献啊、文学作品，还是报纸、杂志等等。你若要书写家己的台语作品，用这套文字嘛，会当互你做有效率的甲物件写出来啊。以上是我推荐大家用白话字去学台语的原因。你若对台语有兴趣，你想要会晓讲台语，还是你想要用台语创作，我会当教你为白话字的基础开始，你就对我学就好啊。咱毋免有足压力的讲，我就是要来迄个，安那，咱毋免做有压力想讲，好，我即摆就是要学台语，要来迄个救台湾的呢。你毋免有这压力的迄个想法，咱就是对这个语言有兴趣，要加甲厝邻的是大人用台语开讲，讲几句话，咱就会当来学台语啊。好，所以这集我要来甲大家解说台语的音节结构。就是一字台语字是安怎组成的。咱要讲台语的音节结构进前，咱先来讲伫台语内底一句话的组成。一句话通常是一个也是几个语词组成的，一个语词通常是一个也是几个音节组成的，一个音节通常是一个也是几个音素组成的。我用电脑嘛会晓紧土豆这句话来做例，这句话内底有。电脑嘛会晓紧土豆5个语词，电脑这个语词内底有电甲脑这2个音节组成的，也就是讲电甲脑这2个音节组成电脑这个语词。头前的嘛甲紧拢是一个音节组成的语词，组成音节的元素就是音素，像电脑的脑这字。伊就是呢、u 这3个音素甲声调组成的音节，对，呢、u 脑内底呢是声母，也就是主音，甲 u 是韵母，这2字是母音。安尼讲到这，咱就当知影啥物是音素啊？音素就是会使去甲别人组做伙，组成一个音节，会使区别意思详细的语音单位。
对。所以台语就是一种音素型的语言。啊，我是感觉你若听无，不要紧，你会当想做讲音素就是声音的详细的元素。啊，音素有分声母甲韵母，我是安尼记的。放伫头前先出声的叫做声母，啊，放伫后壁负责去甲别人押韵的，迄叫做韵母。啊，除了声母甲韵母，台语阁有一个声调会当去区别语义，像讲花甲火，这两个字拢是。h、o、a 这三个音素组成的音节，啊，伊只是因为伊的声调无共款，所以伊的意思就无共款。花是花蕊的花嘛，啊，火是去酸火的火，安尼两个意思就差足济。所以台语就是一种声调型的语言，你的声调无共，你的意思就无共。像英语就毋是声调型的语言，像咱讲 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，Good morning。安尼啥物？反正就是安尼，外国人你嘛是听有你咧甲伊讲啊，高早安尼的意思。所以英语毋是声调型的语言。这嘛是真侪创作者咧写台语歌的时阵爱注意的所在，就是你的 melody 若是甲你即个词原本的声调差相远去，人咧听着去误解迄个词的意思。像讲有时阵你要写悲哀，结果你的 melody变做悲哀，就变做。被爱，悲哀甲被爱就差足济啊！安尼对。解说到这，你若拢听无，嘛无要紧，你千万毋通伫遮放弃呢。因为我嘛是为着要写即个卡本我才甲遮个代志先付清楚。啊无我迄早咧学英语、咧学法语啊，咧学日语的时阵，老师讲声母、韵母无一个母清楚过，我根本拢听无安尼。我嘛是会晓讲啊，所以毋通放弃，毋通伫遮放弃。啊，我要甲遮讲互清楚，只是因为我爱甲即个语言的基础，嘛是爱先甲大家解说互清楚尔。啊，你若听无，就准拄煞无要紧，吼。咱今日的重点就是台语的音节结构，声母加韵母加声调，就是遮尔简单。所以煞来，我就会为声母开始甲大家介绍。啊，声母学了，咱就学韵母，韵母学了，咱就去学声调，声调学了学变调，安尼台语你就拢会晓啊！耶！前几天伫网络顶管，我有伫我的 Instagram 啊个 Facebook 的 fan page 问大家，问你对用罗马字学台语有什么看法？安尼，我今晚来回答一寡大家的想法。有人感觉讲罗马字真正足难的，要安怎？我即摆有规划咱差不多用8集影片的时间，就会当互你学会晓白话字的基础啊。所以你若感觉足困难，迄是因为无人甲你教嘛。啊，即摆若有人甲你整理好势，有系统甲你教，你就袂感觉足困难啊。可能其实应该真正是有一寡所在有淡薄仔难，尤其是台语的变调，啊，这以后我会甲大家解说。啊，有人会讲台语无共所在 Q 口差足济，啊，你会惊讲毋对。其实伫我即个所在，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要互大家莫惊讲毋对。台语的特色就是有 Q 口的差别，啊，即个嘛是我感觉足趣味的所在，因为你会当听伊的 Q 口去判断讲伊是倒位的人。啊，学白话字有一个足好的好处，就是你甚至会当甲你的 Q 口用写出来。所以，就算毋是用听的，你咧看即个作家的作品的时阵，你嘛会当看讲，哦，即个人是倒位的人，像讲全台湾敢若台南唱歌会讲唱歌，啊，即个人伊的作品内底若有写着讲唱歌，你就会一看者，这台南人安尼。好，除了头拄仔我有讲到的问题，其实阁有一寡网络顶悬的朋友来留话，互我知影恁的想法。多谢恁的留话，安尼会当甲我做伙讨论。啊，我嘛会继续拍一寡较趣味的节目，互大家来做伙学台语。啊，你看了影片了，你嘛会当留话互我，会当互我一寡 idea。多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fan page 粉丝专业怎么讲啊？fan page。